屋有工人喺上面開工啦，又有得住嘅嗰度，咁所以佢其實係一個一站式嘅地方嚟嘅，咁所以都即係呢啲就真係即係時勢亦同埋，因為佢成個山都剷晒，又改建咗屋苑啊，咁所以呢個呢都已經係哇屬於真係以前我好細個嗰個印記咯。咁當然我哋亦都冇講，就係譬如話而家健身村嗰一帶咧，其實係田嚟㗎。健身係田啊？係啊，健身村，因為以前我住大英村，我望出去咧係一帶係田嚟嘅。咁但係當然咧細個就冇相機咯。如果唔係咧，有呢個咁嘅記錄可以記錄翻咧，其實都幾有趣嘅。即係話俾人聽啊！以前我屋企樓下係田嚟㗎，咁啊，即係而家講都冇人信。而家棟樓啦。係啦，好啦，8點鐘啦，聽聽新聞。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，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，共創美好將來。香港電台新聞報導，早上8:01，由許敬軒報導新聞。運輸及物流局表示，會盡快以附屬法例形式刊憲，刪除《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》當中關於強制巴士乘客戴安全帶嘅條文。條文刪除